前香港嗰個經歷超強嘅颱風，政府同埋市民提前加固設施、清理排水，並通知停課停工，由城市秩序整年，損失降至最低。咁樣就正如企業醫生係企業當中嘅角色，佢哋喺危機來臨前就會營運、組織、人才、風險等多個層面全面檢查，協助企業發現潛在弱點，提前做好準備。當大環境經濟惡化或者危機出現時，地區醫生猶如應急嘅指揮官，迅速介入，當個企業喺風暴中及時避險，收集同埋分析數據，走出症結，協助管理層調整策略，制定可行嘅短中期嘅方案，確保企業穩定咁樣嘅運作。同時，佢哋協助合理分配資源，確保關鍵嘅業務得到支持，着重跨部門嘅協作，持續監控風險，及時調整策略，幫助企業喺風暴中減少損失，維持穩定，為企業嘅恢復同埋長遠嘅發展奠定基礎。就好似位於低洼而受水浸影響嘅地區，會提前加強防護，已經面臨危機、特需擴張同埋轉型嘅公司，企業醫生嘅介入能夠提供專業指導同埋支持，幫助企業喺動盪中尋找新嘅發展機遇。颱風過後，企業醫生會陪伴企業進行全面嘅盤點同埋評估，深入分析問題，根據實際情況持續優化風險管理策略，讓企業喺面對未來嘅挑戰時，比其他競爭者快上幾步，做好長遠嘅準備，提升整體競爭力同埋持續嘅發展能力。無論大型嘅企業或者中小型嘅公司，都應該認識到風險管理同超前部署嘅重要性，積極與企業醫生合作，讓企業建立起穩健嘅基礎同埋強大嘅抵禦能力。